这就是你追求才子的方式，报名命运拳台。你这清奇的思路，怎么让我想到了一个人？有人背了！命运拳台一旦注册就无法取消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如果爱情能用理性衡量的话，怎么还有那么多人甘愿成为扑火的飞蛾呢？那请问一田选手，你向才子选手发起挑战有何用意啊？我希望通过比赛让他忘记一个人。你可以理解为，我真正想打赢的不是才子，而是那个人。哦，原来还有情敌，能否透露下他的来头？那个人其实并不存在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等我先卖个关子，且听下回分解。